有一名事業的這個海巡上校，2008年退伍了後，卻走去做間諜。2年前呢，被判刑8個月，去年6月被關出來。那有刑事責任，進前所領的1003萬退休金，也攏愛討倒轉來。不過，伊說甲這名下的財產攏轉予伊的太太，想要脫產。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當時通知伊到案說明，說因為無要甲這錢退倒轉來，也無行前拍算，最後法院裁定官司。那雙手機哪行樓梯行落去，伊是事業的退役海巡上校，因為涉入中國間諜案，被法院判有期徒刑8個月，在去年6月關出來。不過，除了刑事責任，已經領的1003萬外塊的退休金嘛，互對討。但伊所甲名下的房產送予配偶，想要脫產，被法院裁定強制關收，變做第一個因為涉中國間諜案孤立退休金互關收的退伍軍官。不動產贈與配偶已逝，無法提出合理說明，亦未提出具體的清償計劃，當場予以留置，並申請法院管收獲准。來看這案，事業的查甫人2008年上校退伍了後，有領退休俸，所在2014年時陣，甲海巡法制雷達南沙太平洋交通基礎工程計劃這資料，轉交予中國趁犯罪所得15000塊。照2022年修正的國安法第13條，現役退役的軍公教人員，若是違反效忠國家等罪，會失去請領退俸的權利。若是已經領的，應該對犯罪開始計算對立。但監察院2020年捌發布調查報告，統計已經破獲確定的19個中國間諜內面，敢若9個有收到退休俸，有10個還未完全還轉來，愛對立的各有5000萬。當然可以思考怎麼樣去斷絕這種投機取巧的行為或者逃避的行為，在這方面修法應該是要加快哈，因為這個其實涉及國家安全。學者指出講，現行的法律愛判決有罪確定了才會當執行，但審判的定數真開時間嘛，造成刷落來對立真困難。建議應該修法加嚴，畢竟親像這種案件最近幾年真濟。親像海巡署駐金門一個單位的社團的小隊長，今年4月涉及提供2化偷渡客個資，雷達行者記錄等互走私的業者，佮轉手交予中國海警的線民。金馬防分署已將涉案小隊長免職，並追究相關人員考監不周責任。金門地檢署表示，講社團的小隊長人佇金門的上前線，所有執法的動態和防衛大門攏開啟，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。就違反國安法等罪起訴，求刑有期徒刑5年，含做伙罰200萬的罰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